嗱，喺呢條片度呢，我就會同大家講解下呢，究竟唔同分數嘅題目，其實我哋寫個份量要係點樣。嗱，咁呢個其實大家同學都好關心嘅問題嘅。咁點解我要特登喺度講呢？其實個原因好簡單，因為你 DSE 個考試個時間實在太短啦。咁你諗下啦，你卷一你得嗰2個鐘去做，而卷二你得嗰個半鐘去做啫嘛。但係2個鐘入面你要做3題，個半鐘入面你要做2題喎。咁換句話講，即係話其實你每一題呢，你個時間都好緊迫㗎。咁所以如果你假設你喺其中一題度，你寫個份量，你超出咗呢一個分數應該要寫嘅份量嘅時候呢，即係話其實你係會超時嘅，你一定係會做唔晒嘅。所以其實你係要將呢每一題呢，每一個分數呢，寫個份量你要知得好清楚，然之後按住嗰個份量嚟去不斷去操練，操到就係你2個鐘入面，你一定係可以完美咁去完成每一題嘅。喺個半鐘入面，你都係可以好完美嘅完成每一題嘅。咁樣你先至會真係可以去到最高嘅分數咯。即係如果你真係要想去到5星或者5星星呢，你成份卷你要好整體嘅，你係唔可以其中一題失個手嘅。你一失手呢，你粒星就冇咗噶啦。嗱，咁呢，我就而家同大家講解下嗱，我大分數題目要點樣拆先。嗱，基本上呢，25分嘅題目呢，咁絕大部分呢都係會咁樣拆噶嘛，佢會分2問噶嘛，一問就10分，一問15分噶嘛。咁你諗下啦，嗱，25分題目呢，你學校老師可能都會同你講就係大致上個鐘數應該係咁嘅，30至35分鐘去做啦。咁你再去拆翻開10分同15分呢，咁即係換句話講呢，你10分嘅題目呢，你應該係用15分鐘去做啦，而15分嘅題目就應該用20分鐘去做。咁究竟一個人喺15分鐘同20分鐘讀，大概可以寫到幾多嘢呢？嗱，我寫字都唔算慢嘅，我自問都算真係A level 操到最痕嗰期呢，都真係寫得幾快下嘅。咁我以前我就可以做到呢，如果假設你一行係16至17隻字度啦，係可以做到10分鐘一版嘅。咁即係話呢，你15分鐘入面呢，我覺得你真係寫到最快，你一分一秒你都冇浪費嘅話呢，其實你係應該可以寫到1頁半嘅。咁而你20分鐘嘅入面呢，15分題呢，你係應該最快可以寫到2頁嘅。嗱，理論上應該係咁。嗱，咁而呢，你學校老師應該有同你哋講過呢，就係3段式嘅結構咁樣。嗱，其實我都同意嘅。如果你10分嘅話呢，你係應該呢，你係寫多3個 point。咁然之後你每個 point 要寫幾多啊？咁嗱。唔係話你識嗰個 point 我就寫多啲，我唔識個 point 我寫少啲。嗱，我哋答題最緊要係整體平均啊嘛，所以你每個 point 呢，我絕對建議大家係應該用半頁去完成嘅。咁你每個 point 寫半頁，3個 point 夾埋咪寫頁半咯。咁而15分呢嘅題目呢，因為佢多數都係涉及呢一啲呢，我哋要俾一啲立場啊，即係譬如你同意定唔同意啊咁，跟住或者你哋可能老師會咁同你講嘅，呢啲我哋會叫佢做呢論述題咁樣嘅。咁通常論述題呢，要爭取表現呢，大家最中意就係加個駁論落去啊嘛。咁所以理論上你應該可以係咁嘅，我都係寫翻3，可能叻啲啦，可能寫咗4個 point 啦咁。咁而你每個 point 又係寫半頁嘅，咁你可以喺最尾部分加個小嘅駁論。咁你砌埋咪應該係頁半再加半頁嘅駁論，咪即係2頁咯。咁理論上應該係咁嘅。咁但係當然啦，呢啲長題目你每一個段落每一個 point 嘅結構係點樣呢？咁你就要睇我其他嘅教學片或者睇我個 blog 咁先會明白嘅。咁大題目就咁樣做啦。咁而呢，我呢一條片入面呢，其實我主要係想同大家講細題目點樣做。其實細題目大家先容易出事啊。嗱，好多時呢，嗱，點為之細分嘅題目呢？嗱，凡係低過8分以下嗰啲呢，我就會叫佢細分題目噶啦。咁多數佢嗰個分都係咁樣嘅，2分、4分、6分、8分，嗱，多數都係呢啲分數嘅。咁其實呢啲2分、4分、6分呢，基本上其實冇乜同學會唔識嘅喎，因為佢好簡單嘅啫嘛。佢好多時都係叫你指出某段資料講嘅某一啲點咁樣。其實佢好簡單嘅啫喎，2分、4分、6分嘅題目。咁個重點就唔係話大家唔識，其實我想講嘅係好多時大家喺做呢啲細分嘅題目度會浪費咗好多時間，因為佢太淺啦。咁於是你就急不及待咁啊，係咁即係不停咁寫啦。再加埋有個問題就係呢，通常呢啲細分題呢，係喺首問必答題度出現啊嘛。咁其實你一落到市場，你第一題你一定係最緊張嘅喎，仲要第一問呢係2分呢，通常第一問就最緊張噶啦。結果你就會喺呢2分度，你嘥咗好多時間去寫。結果你後面嗰啲10分、15分呢，你就唔夠時間寫。
嗱，所以你細分題呢，你係要好精準，而且你係絕對唔可以嘥時間喺呢上面嘅。嗱，咁你要做到呢個層次呢，你首先第一樣嘢就係你個時間個管理要好清晰先。嗱，頭先我就講話15分嘅題目就用20分鐘做，10分嘅題目就用呢一個嘅10分題目就用呢個15分鐘去做啊嘛。咁你諗下咯，咁你究竟2分、4分、6分嘅題目可唔可能多過15分鐘去做呢？你從個分數嘅理論去睇都唔合理啦，係咪？咁而你譬如我哋再將佢詳細都去分析啦。嗱，你通常必答題先有啲細分題嘅啫嘛。咁你呢啲50分嘅必答題呢，佢仲要分 A、B part 嘅。咁 A part 呢，佢又有4嚿嘢嘅喎。嗱， B part 又係有4嚿嘢嘅喎。咁而佢最後呢一度呢，呢一問呢，通常都係10分至15分嘅。咁你諗下啦，呢一度呢，原來已經係玩咗你20分鐘噶啦。咁而你50分嘅題目，我頭先都建議過就係你只可以用50分鐘去做嘅啫。咁即係每一忽你只可以用25，嗱，頂多30分鐘嘅啫，頂多即係去到最盡都係半個鐘嘅啫喎。咁你半個鐘入面，你20分鐘已經嘥咗喺度啦。咁你諗下，你呢度可以仲幾多時間做呢？原來你扣埋得10分鐘嘅啫喎。咁即係呢個2分、4分、6分，原來你夾埋只可以用10分鐘去寫㗎咋。嗱，咁所以同學仔啦，你諗下咯喎，咁究竟6分你要用幾多分鐘去做呢？4分應該用幾多分鐘去做呢？咁一個最簡單嘅計法就係，如果你4分嘅，咁你咪用4分鐘去做咯，咪1分鐘咁去做咯。咁譬如6分，你咪用6分鐘去做咯。咁可以係咁樣嘅。嗱，咁喺呢一度呢，咁我就會用一題比較題嚟同大家講呢，其實究竟6分要寫到點樣先至為之好呢？咁樣。嗱，咁因為我哋講比較題呢，咁你大家同學仔都起碼要對比較題有少少認識先。如果你完全唔識呢，咁我真係教唔到嘅。嗱，咁呢度我又講少少有關比較題嘅一啲定義啦。嗱，其實比較題呢，基本上絕大部分呢都係叫你做異同嘅。咁咩叫異同呢？嗱，真係最簡單嘅講法呢，其實就係講緊究竟喺同一個層面上面，嗱，記住係同一個層面喎，一定要揾到個比較層面，你先可以進行一個比較嘅喎。咁然之後個比較對象 A 係點樣？比較對象 B 係點樣？嗱，呢個就係佢哋嘅義啦。而 A 同 B 又同樣係點樣？嗱，基本上咧，你比較異同就係咁，即係就係你可以話咁低 B 嘅啦，就係咁簡單。你好明確指出個比較對象係點樣？比較對象1係咁，比較對象2係咁，咁就 OK 嘅啦。嗱，咁即係話其實比較異同咧，你個段落結構咧，你個基本嘅框架咧，其實係呢撇嘢嚟嘅。咁有一個原則，其實大家要知道就係咧，嗱，其實無論咧你比較題我出喺4分度、6分度定係10分度，其實你個框架咧都係咁嘅。只不過你係寫多同寫少嘅分別啫嘛。嗱，咁我以下落嚟同你哋講呢一題呢，嗱，係細分題嚟嘅。嗱，呢一題佢就問你資料1同資料2比較園中不同時期施政嘅相異之處咁樣。咁其實佢話啊嘛，不同時期施政啊嘛。咁而家咪即係你將佢簡單化作，將佢變成係2個比較點嘅時候呢，你咪最基本你咪講到佢係前期同埋後期咯。咁呢個咪不同時期咯。咁而相異之處，咁咪即係好明顯就係叫你做異同嘅異嘅部分啦，咁就唔使個同嘅。咁個分數係6分喎，咁樣點算好呢？咁究竟嗱，你會陷入一個迷思就係，咁究竟我係應該呢將佢揾同一個嘅比較層面 A 係點 B 係點，我只係講一個比較層面啫，然之後將佢寫做好詳細。應該係咁樣做啊？定係我走去揾可能2至3個比較點，然之後我每個點，但係都只能係蜻蜓點水同你講，我只能夠點出佢 A 同 B 個唔同嘅位喺邊，但係我完全不能解釋嘅。咁究竟應該係做前者定後者呢？嗱，我會同大家講呢，如果10分呢，你會係可以有空間去解釋到嘅，因為你而家你可以係寫到1頁半啊嘛，咁即係你每個 point 你可以寫到半頁啊嘛，係咪？咁所以你半頁入面你梗係可以解釋到 A 係點樣 ，B 係點樣，你梗係可以加啲陳述嘅部分噶。咁但係呢，如果你個分數係6分嘅話呢，你原來只係得6分鐘去做，咁6分鐘你只可以係得半頁嘅啫噃。咁所以換句話講呢，其實如果你真係要想去到好詳細，我想係將 A 即係前期施政
係點，後期施證係點，我去做一個陳述嘅解釋嘅。咁即係話其實你呢半頁入面，你只可以寫到一個 point 嘅啫喎。嗱，我自己就覺得呢，細分題其實無論細分題同大分題都好啦，其實 DSE 佢都係要考慮嘅，都係想考慮多角度呢一樣嘢㗎。佢反而如果你話佢其實深入唔係話唔重要啊，只不過比起多角度嚟講呢，我覺得多角度係重要過深入呢一樣嘢咯。嗱，所以同學仔呢，應該係見到6分嘅題目、4分嘅題目呢，你即刻就要諗一樣嘢。嗱，咁你簡單啲去分呢，6分即係你可以除開3個 point，咁即係每2分就為1個 point 啦，係咪？咁即係6分嘅題目，你應該理論上係嘔到3個 point 出嚟嘅喎。咁而即係同一個道理啦，你4分咪嘔2個 point 咯。咁應該要係咁就最安全嘅。咁如果我哋擺翻落呢題度啦，咁即係話其實你係要砌到啲咁嘅嘢入面。嗱，成段呢，你呢度係得半頁嘅啫。咁半頁紙啊，大概即係12至13行左右度啦。咁即係話呢，你每一個點呢，嗱，而家你係要寫到第一個比較點、第二個比較點同第3個比較點。嗱，即係話你每一行呢，咪每一個 point 呢，你只可能分配到4行都冇啊，可能3行咋，3至4行嘅份量俾佢啫喎。嗱，會係咁樣嘅喎。咁所以你諗下啦，究竟你3至4行入面你可以寫得啲乜嘢呢？你可唔可以話我做一個好詳細嘅解釋呢？嗱，其實係冇可能嘅呢樣嘢。嗱，所以好老實去講就係，如果假設我哋係講呢一題啦，你寫出嚟你頂多只能夠係咁嘅啫喎。你只能夠講話，在君主治國方面，佢前期就係譬如話好勤政愛民嘅，佢後期就係疏於政事啦，完㗎啦。嗱，跟住你到下一個 point 你就講話，而喺個政風方面呢，佢初期呢就係好多大臣會進諫嘅，之後就冇人敢講嘢啦。嗱，都完㗎咯喎。譬如我第3點啦，你就話，譬如在用人方面，人才輩出，例如有姚崇、宋景咁，後期呢就係小人當道啦，譬如李林甫咁樣。原來你只能夠寫到呢個份量嘅咋。呢一題呢，我俾我啲學生做呢，上堂呢，大家真係做到一鑊泡咁樣嘅。會變咗係好多同學仔，我係寫緊第1點嘅時候，君主治國態度嗰度，元宗初期點樣勤政愛民，你已經喺度真係講話，元宗初期呢係勤政愛民嘅，譬如話佢會好關心，譬如地方官員嘅一啲處事咁樣，佢會直接同啲官員去傾偈咁樣嘅咁。哇，咁你繼續咁寫落去，咁你嗰半版玩完咗噶咯喎。咁所以你諗下啦，我呢半版入面，我真係理得你呢個 point 你寫得幾好都好啦，其實你只係滿足咗個 marking scheme 入面2分嘅要求。你個頂點就係2分㗎啦，所以你就算寫得幾詳細都好咧，你個頂點都係2分嘅喎。所以你要記實一樣嘢就係，凡係細分題咧，你都係要奉行多角度呢個標準㗎。咁所以調翻轉去講咧，你變相你就每一個 point 咧，你要將佢縮到好短。咁但係縮到好短咧，當然啦，你呢個係比較題，你一啲比較題嘅最基礎元素你係唔會冇咗嘅，即係你譬如你都係一定要講係咩方面 ，A 係點。B 係點？只不過你而家嘅變化就係，你只可能就係講到個 point 咯。但係你呢個 point 個入面嘅解釋係點呢？你就只能夠省略啦。嗱，你嘅做法就應該係咁樣嘅。嗱，所以同學仔呢，其實細分題呢，大家要注意多少少㗎。因為細分題呢，其實你嗰個時間控制先至係最難啊。因為你要一語中的啊嘛，你冇得講廢話啊嘛。當你冇得講廢話嘅時候呢，你個頭腦就要好清晰嘅。咁所以你如果你真係問我嘅話呢，我自己係傾向呢。你細分題呢，即係必答題呢，你不如擺喺最尾先做啊！你做咗選答題先，你定咗個心先，等你自己定咗之後，你個腦清醒啲之後呢，你寫嘢先至會精準咯。咁我就覺得咁樣嘅做法呢，就會比較適合啲呢。見到一落到場就好緊張，於是就係咁不停寫，結果寫咗好多廢話，唔夠時間做嘅同學仔會係有利啲咯，咁樣做。